这是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5年5月30号，公元2018年7月13号。今天的主要新闻有：拉达克各族民众欢庆达赖喇嘛尊者83华诞；藏人行政中央和流亡藏人僧俗民众共庆达赖喇嘛尊者83华诞。司政洛桑僧格在拉达克首府列城会见各界政要。尊者华诞之际，各地藏人发放衣食给印度流浪者和平民。司政揭幕最近出版的《西藏的服装与珠宝首饰》一书。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正在印度北部拉达克进行访问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7月6日出席了在拉达克列城和平花园内拉达克各族民众举办的尊者83华诞庆祝活动。尊者呼吁各界推广慈悲价值和复兴古印度文明，以及促进宗教间和谐。第102任甘丹赤巴日宗仁波切、智贡赤子仁波切为首的高僧大德、印度国会议员、官员、藏人行政中央司政以及拉达克当地的地方官员和数万多名僧俗信众和藏人一同欢庆了达赖喇嘛尊者83华诞。达赖喇嘛尊者在庆典上致辞时，向数万名民众就人生三大使命为主题的发表了演讲，并向信众表达了感谢的同时，鼓励年轻一代要认真学习和发扬源自那烂头的传统。尊者表示，今天在拉达克佛教协会主席宣布他们正在努力将我的建议付诸实施时，我真的很高兴，因为我们的目的是利益所有众生。当我们在观察夜空时，在无数的星系中能看到无限的行星和恒星，那里有无法衡量的生命，并且我们身处的这个地球也是宇宙的一部分，而地球上有许多鸟类、动物和昆虫等生命，但我们无法利益它们什么。可是我们帮助人类的本身，而我的目标是努力为他们带来和平与幸福。达赖喇嘛尊者随后谈到了促进世界各宗教间的和谐，呼吁拉达克民众，我也在促进世界各宗教传统间的和谐，因为各大宗教都在传达同一个信息：宽容、慈悲与同情，而且以各宗教间不同的哲学观点来促进上述信息。当前的拉达克各宗教间非常和谐，是前所未有的，所以请你们继续保持和发扬，因为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力所能及的，以自己的方式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我人生中有3个使命，而第3使命是作为藏人，我要保护西藏独特的文化和环境。西藏人民在垂死之际都在呼唤我的名字，显然大多数藏人是信任我的。西藏问题是正义的事业，我除了对血域西藏人民负有责任外，也必须努力地保护和发扬西藏的语言文化以及环境。另外，在达赖喇嘛尊者83华诞庆祝之际，移居世界各地的藏人、外国朋友纷纷以不同的形式举办庆祝活动，还有各国许多政要在网络媒体上发布推文，向尊者表达了最好的祝福。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和流亡藏人僧俗民众欢聚一处，共同为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83华诞举行盛大庆祝活动。7月6日，藏历5月23日是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83华诞。如同往年，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于早晨8点在达兰萨拉拉杰尔广场举行了西藏传统的焚香祭祀活动。祈愿以达赖喇嘛尊者为主的祝高僧大德法体安康、永久住世，为本民族自由事业而英勇牺牲的烈士得到安息，以及正在遭受痛苦的同胞早日得到自由。早上10点，官方祝寿活动在大成经院正式举行。藏人行政中央所有公职人员、西藏人民议会议员、
当地学校、学生以及居住在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和各国游客1000多人参加了这一殊胜的庆典活动。在庆典活动上，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布索兰丹贝向藏人行政中央评选的优秀公务员颁发了奖状。代理司政教育部部长向10位达25年工龄的公务员颁发了奖状。此外，印度嘉宾食品与民政供应部长和印度国会议员分别揭幕了由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出版的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文集有关教育方面的指示，以及21世纪初华人学者对西藏问题发表的观点等书籍。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僧格于7月5日抵达拉达克首府列城，并参加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83华诞。在访问期间，司政会晤了山林委员会主席、列城行政官员。7月7日，司政罗桑僧格与列城县长和拉达克自治委员会代表共进午餐后，在拉达克山林自治委员会议厅进行了会议，就如何提高列城索朗岭藏人社区各项民生工作、解决拉达克藏人牧民的生计问题等进行了协商。拉达克山林自治委员会代表、列城县县长、拉达克藏人社区首席代表处代表和拉达克江塘地区联络官等相关人员出席了会议。会议就13项拉达克藏人社区面临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司政罗桑僧格在会议期间呼吁列城政府尽快审查并解决藏人面临的问题，并同列城各界政要、印度中央政府内政部旧金与复兴委员会为拉达克江塘地区发展项目拨出的援助基金发放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列城县长听取了列城藏人社区代表的汇报后，表示一旦资金到位，立即分配到相关地区，并将全力支持和改善拉达克流亡藏人的生活条件。在会议期间，司政要求列城行政部门按照印度中央政府2014年西藏复汉政策，尽快解决包括从马丘、楚舒尔地区和列城的藏人牧民缺乏牧场所面临的问题，并呼吁列城财政部门广大对索朗岭藏人合作社的贷款资金，以改善拉达克藏人社区在列城各项领域中的发展。另外，7月6日，居住在印度各地流亡藏人在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83华诞之际，向该地区印度平民和流亡者发放食物和衣服。同样，这一活动作为藏人行政中央噶夏推出的2018年感恩印度活动的系列部分。藏人定居地还在当地印度社区举办活动，向印度政府和人民在过去近60年来对流亡藏人提供支持和援助表达谢意。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藏人行政中央司政出席西藏展览馆举行的由郎杰拉姆女士编撰的西藏的服装与珠宝首饰艺术揭幕仪式。7月11日，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桑僧格与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与秘书统计夏利大尊，以及西藏人民议会部分议员、非政府组织代表和当地媒体记者等出席了由郎切拉姆女士编撰的西藏服装与珠宝首饰艺术揭幕仪式。郎切拉姆女士在揭幕仪式上表示，1998年，来自澳大利亚藏学家加布里埃尔·拉菲德先生对我赠送了一本介绍蒙古服装的书籍。他的礼物让我意识到了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都有许多藏族服饰，但没有关于这个主题的书籍，所以我决定编撰一本介绍有关西藏民族的服饰的书籍。他还表示，这本书籍提供了与老一代藏人介绍丰富精美的知识，并同许多人共享传统藏族服饰的全部细心。作者希望这本书将成为年轻藏人对本民族服饰方面的信心宝库，让他们能够了解正在消失的西藏丰富文化的传统。观众朋友们，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期同一时间再会，谢谢。